好，来继续来看台铁一台区间火车，早起约7点停靠伫台中嘉兰拿车站的时阵，有乘客囥伫卡网底的行动电源，熊熊导火烧起来。这个车厢是庆寸着大量的乌烟，乘客着青惊，大家赶紧来逃命。加在有热心的乘客，赶紧摕车厢的灭火器来拍火，有惊无险，无人受伤。 车厢内底，敢若是乘客盘野内底行动电源导火，佮烧着边仔座位。伊自我导火佮呛烟，车厢内底冒烟散布，拢看无啥清楚。其他乘客是惊甲紧走出去车厢外，佮有人是紧急的二流讨救兵。 大家紧走出来到月台，这个时阵，一个穿乌衫的热心乘客紧摕车厢内灭火器拍火，真无简单，将火拍花。有没有勇气啊？有没有勇气？火红拍花后，都看到月台顶一卡红烧甲变草灰大色的卡网，一个敢若是卡网主人的女乘客一直咧看迄卡卡网，也毋过也毋敢去卡。 车厢内也有多架导火行动电源。发生事情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互相协助了，有人就通知列车长，有人就赶快紧急就灭火。赶快逃离别车厢吧！如果在车上的话，警方调查，台铁1122班翠区间车6点50对潭子出发，半中途旅客盘野内底行动电源导火。 6点52，列车来到嘉兰拿，乘客使用灭火器拍火。列车长甲警方调查结束后，原班车慢7分钟起行，车顶的乘客从上到红关，或者其他列车上榜。经查，该旅客未开启使用行动电源，行动电源突然不明原因自燃。盘野的主人甲警方讲，当时无用行动电源，到底是安怎的导火？警方也当咧调监视器调查案情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